能力。多謝主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 Angus， 我係正量 Janice 小組嘅組員。咁咧喺信主之前咧，其實咧我係一個好自我，亦都係非常自大嘅人嚟嘅。咁咧甚至咧係經常會嫌人哋咧係能力唔夠，咁咧認為自己嘅經驗咧係最可靠。咁我亦都咧恃住咁多年咧，即係自己嘅靈受經驗咧，我哋就會成日去提出一啲主見啦，即係要求去改呢樣，要求去改嗰樣。咁咧，甚至咧去到批評論斷我啲同事，咁樣令到我嘅同事同埋我嘅上司咧，都開始覺得我好麻煩。咁結果咧，我去到同同事之間啦，同朋友之間嘅關係咧，其實都變得好差。咁內心咧，其實咧漸漸咧就築起同人咧係之間起咗一埲高牆。咁咧覺得唔好嚟煩我啦，我自己一個處理啲事仲好仲快。咁咧我自己亦都唔願意去同人哋合作，亦都唔願意相信人哋啦。咁喺呢段時間咧，我表面咧其實看似好獨立，但其實咧我內心咧其實係充滿住好多嘅不安感，亦都咧不自覺地咧用疏離自己去，即係疏離人哋去保護自己。咁亦都咧喺漸漸咧亦都跌咗喺呢個即係同人哋隔絕嘅深井裏邊。咁呢個個性咧，令到我喺職場咧，喺我嘅人際關係，喺我嘅家庭關係，甚至喺我嘅感情當中咧，都碰壁。咁喺2023年咧，咁我前女朋友咧就邀請咗我去參加阿門611嘅崇拜聚會。咁喺一路以嚟咧，喺牧師嘅呼召咧，其實我都係無動於衷嘅。咁直到咧去到10月喺阿門611嘅堂慶聚會裏邊咧，當時咧仍然喺COVID 疫情當中啦。咁我自己亦都確診咗 COVID，未完全好翻晒嘅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喺嗰一晚嘅時候咧，我自己會覺得我唔想傳染俾人哋，我同人哋都係保持一段距離好啦。咁但係喺咁多個弟兄姊妹裏邊咧，佢哋都唔嫌棄我，佢願意叫我放低口罩，同佢哋一齊去享用晚餐。咁咧好接納我，好近距離去親近我，甚至去想為我去禱告。咁當晚咧，我好深嘅被聖靈嘅愛去觸摸，我亦都喺當晚咧最後決志信主。咁而且咧喺同年嘅12月咧嚟到奇妙。咁起初咧，其實我帶住一個好渴慕真理嘅心咧，係嚟到參加聚會。咁但係因為工作嘅緣故咧，我只能夠參加早日嘅崇拜嘅啫。咁咧而且淨係坐喺個角落頭嘅位置。咁11點咧就好準時去離開教會，因為我要趕住翻工。咁每個禮拜都係咁啦。咁因為人真係比較少嘅早堂，咁唔使面對太多人。咁我自己嘅心亦都覺得舒服啲嘅。咁去到舊年嘅8月，教會咧就舉辦咗續系佈道會啦。咁我哋正量小組咧就同慶水牧師嘅小組去合辦主題喜樂安多芬。咁因為籌備工作嘅緣故咧，我認識到好多弟兄姊妹嘅關係。咁我亦都咧感受到大家嘅愛，好真實去想關心我，想認識我。咁我感覺到咧喺奇妙呢個大家庭裏邊咧，其實係可以放鬆，做翻自己，放低所有嘅猜疑。咁呢一步咧，一步一步咧，去攻破咗我內心嘅防線。我開始去投入，亦都感覺到被接納。一啲關係上根源嘅恐懼，亦都得著呢份接納去被醫治。我學習聽從組長嘅建議，去更多嘅同理，去試下去從人哋嘅角度去睇所有嘅事情，嘗試咧去同人哋去建立關係，去合作。好感恩咧喺佈道會之後咧，我回應咧可以喺堂慶裏邊參加服侍。
呢個咧係讓我去更加好真實地去同人哋去合作。從佈道會嘅時候嘅被動參與，去到我主動參加台劇嘅服侍，神咧一步一步將我一個角落頭帶到嚟台前。無論幕前幕後呢個過程，我見到神嘅家，看見我係被天父所愛，我喺呢個家係有一個位置。對於習慣獨行獨斷嘅我呢，係一個好大嘅突破。神不斷去除去我自己嘅自我同埋自大，更加令我體會到喺家同埋喺弟兄姊妹可以更敞開、更深層嘅去連結，擴張我去被愛同埋去愛嘅境界。去年9月呢，我亦都受浸歸入名下，我願意咧將生命交託俾神。我亦都感到同神嘅關係好深嘅信靠同埋突破。我開始相信咧，神要帶我進入佢所預備更廣更闊嘅應許之地。10月咧，我亦都參加咗醫治釋放營，讓我咧喺經歷從罪裏邊去得着釋放嘅自由。我學識咧坦然去面對自己嘅罪，明白呢啲唔係羞恥嘅事，能夠公開勇敢認罪咧，其實係一個恩典，同神咧重新去連結。短短喺幾個月裏邊咧，我透過參加教會各樣嘅活動，我感覺到我嘅生命咧好快速嘅成長。我喺職場上亦都經歷神擴展嘅恩典。喺舊年嘅4月，我從零售轉行投身去到電燈工程。喺轉行之前呢，我成日都為到呢件事去禱告。咁有一日呢，我打開個 YouTube， 咁佢呢竟然出咗一個從未睇過嘅電視台嘅頻道。佢播放緊嘅呢，正正係第611集，內容呢亦都係正正講到電工牌照嘅事情。我好深嘅感受到神同我講：孩子，牌照唔重要，你放心行我為你準備嘅道路，我會幫助你。喺4月，我正式咧加入一間電燈工程公司，從零開始，從學徒做起。但去到8月咧，公司突然間出現咗啲狀況，我被逼停工。喺2個禮拜之後咧，我個人感覺到好不安，我開始即刻去發一啲履歷，去到零售去求職。但係擁有10幾年經驗嘅我呢，我係竟然一個回覆都冇啊！喺呢個時間呢，正亮組長咧同我一齊去禱告，我嘅禱告呢亦都好快速得到回應。喺1個星期之後呢，我透過朋友介紹到一間新嘅電燈工程公司。薪金呢，而且係比之前呢大幅提升咗30%。感到咧，而家喺工作嘅轉型裏邊咧，神亦都為我嘅工作技能打開更闊。並住因為轉行嘅緣故咧，我開工早咗，我收工亦都早咗。我唔使再好似以前9點10點去收工，我而家6點鐘就可以收工，甚至有時超額完成咧，我4、5點就可以收工噶啦。咁亦都因住我可以早嘅收工咧，我亦都可以參加到教會好多嘅聚會，亦都包括小組嘅聚會。亦因住教會嘅教導咧，我亦都多咗去陪我嘅屋企人，多咗陪我嘅爹哋媽咪去食飯，多咗去傾偈，多咗去了解佢哋嘅需要，同埋都可以表達到我嘅想法。最後咧，我嘅家庭關係咧，亦都得到修復。感謝主，感謝我嚟到奇妙咧，有牧者小組長嘅幫助，神咧唔單止好深度嘅醫治我嘅心靈，亦都更加將祝福咧擴展去到嘅職場、經濟、家庭同埋人際關係。詩篇8章4節講到：人算什麼，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，你竟眷顧他。過去我做咗好多得罪神嘅事，得罪傷害人心嘅事，但係神咧依然顧念我、眷顧我。我知道神嘅恩典咧唔會止息。我期待2026年，生命更加被神去深度塑造，
更廣闊經歷佢嘅信實同埋恩典，將一切榮耀頌讚歸俾天上嘅阿爸父。好，我哋俾啲掌聲，我哋嘅主，大大嘅掌聲。